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通車之後第一個工作日，城巴同九巴即日起開辦3條新路線，行經中九龍繞道。另外有5條繁忙時間特別線，亦都改行新路前往觀塘。我哋實測喺繞道開通前後試搭其中一條巴士線，繁忙時間由屯門去觀塘快咗18分鐘。由劉線同去睇下。九巴嘅259X 由屯門龍門居開出，係其中一條改行新路嘅巴士線。以往呢一條線經呈祥道、龍翔道、彩虹，再去九龍灣同觀塘一帶。新安排下，巴士過咗長青隧道之後，會直去西九龍公路，喺油麻地轉入中九龍繞道，前往東九龍。我哋分別喺通車前後搭朝頭早7點半開出嘅班次。兩日分別差唔多45分鐘就去到長青隧道。上星期四行舊路轉咗上呈祥道之後，7分鐘之後開始慢車。過咗黃大仙之後回復暢通。去到彩虹就再慢車。而新路線下，巴士改行西九龍公路。好快就駛到昂船洲大橋交匯位置，一度慢行。不過好快就通返車，順利經麗翔道駛入中九龍繞道，用咗5分鐘左右行晒隧道段，一出隧道已經係九龍灣商貿區。而家去到邊度？而家呢度已經係九龍灣啦。九龍灣比正常快咗10分鐘。彩虹村嗰度嗰個位置就塞車嘅，一個樽頸位。而家就好啲咯，少咗1個鐘頭零45分。龍翔道就有陣時唔知塞啲乜嘢㗎，係啊，咁咯。平時咧有冇話最塞車要塞幾耐先出到嚟觀塘九龍灣咧？基本個半鐘，可能有陣時仲長啲。而家就可以60分鐘。如果有啊，好啲啊，因為我哋想晏啲都唔得咯，又驚塞車。最後行新路由屯門出去九龍灣用咗55分鐘，而全程去到觀塘碼頭總站就用咗74分鐘，對比舊路快咗18分鐘。目前有8條巴士路線途經中九龍繞道，包括3條新路線，全部都係喺星期1至5嘅繁忙時段提供服務。Now TV 記者劉線同報道。